今日去学校，为着要赶透早自习的时间，不过刷落来高中生会使较放松。教育部宣布，今年9月开始，学生只要伫第一节课8点10分进前到就好。这样我们可以多睡一点，可能多睡半个小时之类的。可能会考虑一下，就是看，可能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晚一点起床这样子。 厝大较远，烦恼会迟到，不过嘛有人真欢喜，总算会使困较晚。教育部修改高中生到学校的时间，取消7点半到8点的早自习，无强制学生参加嘛禁止考试。早会上侪1礼拜1摆会伫9月实施。台北市的明星高中拜女中表示，早就取消早自习。师大附中是109学年度开始，拜1、拜52天8点10分进前到学校就好。 另外，成功高中是这学期就取消早自习和早会，学生同款伫8点10分进前到学校就好。目前的还是有朝会，但只是说因为疫情期间，我们大概已经1年半左右没有升旗，重要的活动讯息我们都是用无声广播。 跟重要的活动开闭幕都是用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。因为疫情已经无实体早会，师大附中讲新规定上路袂有伤大的差别。不过高中生有先开放啊，若是高中和小学生因为年岁较细，搁有读册时间有家长接送的问题，所以目前暂时无考虑要改上课到学校的时间。 高中阶段面对人生的重要关键，让青少年会使困较饱咧，才会当面对学习生涯更较大的挑战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